親愛嘅心務平堂弟兄姊妹，我係郭偉健牧師。好多謝曾牧師嘅邀請，今次咧係第3次同大家咧講到呢個五旬宗敬拜嘅方言同埋靈歌點樣運用喺崇拜當中。咁咧上次第一次講到咧關於聖經裏邊講到靈歌同埋靈禱都有喺初期教會裏邊使用，亦都咧講到咧我哋要用靈歌唱，又要用悟性歌唱，不過我哋咧要按住秩序。咁咧跟住上次又講到咧就係靈歌靈禱咧有好幾方面嘅造就我哋嘅生命。咁咧我唔重複啦，大家可以睇翻之前嘅片。不過咧今日咧就特別咧想同大家試下究竟咧點樣去預備心靈用靈歌用靈禱。咁咧我會試下有一首嘅詩歌，我要永久頌主唱新歌。咁點樣去即係經歷啦，係啦。如果你識唱咧就好簡單呢首歌，唔識唱咧就跟住啦我要永久頌主唱新歌，我要永久頌主恩心果。我哋一齊咧用靈嘅禱告或者靈嘅歌唱去到親近我哋嘅主，讚美我哋嘅主。耶穌，我需要你，耶穌，請充滿我。哈利路亞！我要永久，我要永久頌主唱新歌，我要永久頌主恩心果，我要永久頌主唱新歌，我要永久頌主恩心果。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耶穌，我愛你更多，請你帶領我進入你的深處。我要永久頌主唱新歌，我要永久頌主恩心果。哈利路亞。親弟姊妹，希望咧呢一個嘅示範都可以俾大家去感受到。我哋用方言禱告，用靈歌唱，第一我哋係造就到自己嘅靈命。所以當我哋用方言禱告，當我哋用靈歌唱嘅時候，方言歌唱嘅時候，我哋覺得同神係好親近。但係當我哋喺崇拜裏邊同弟兄姊妹一齊去到敬拜讚美嘅時候呢，就一定要加入呢個悟性禱告同埋悟性嘅歌唱，等到大家能夠一齊跟到。喺頭先嘅示範裏邊，你見到我都喺音樂嘅裏邊啦，去唱頌啦，有一啲係新歌，按住聖靈嘅感動唱出嚟；有啲係靈歌，即係用方言去到歌唱，有啲係靈禱，有啲咧係悟性嘅禱告。其實最重要嘅，其實係隨住聖靈嘅帶領，讓我哋同神能夠更親近。當然你用廣東話唱係有啲難度嘅，因為廣東話有9個音，好容易會唱錯咗。不過其實當你試得多嘅時候呢，好多時候就會
啱音之餘呢，都會係非常之好聽，同埋係好我哋叫唱新歌，即係當中係會有一啲嘅你意想不到有創意，有神嘅恩典喺當中，所以盼望呢幾方面嘅無論係前嗰兩次嘅分享同埋今次嘅分享都能夠造就到大家嘅生命。願神賜福秀茂平堂，願主賜福大家，再見。